讲到学生囡仔是真有活力，嘛真有才情。像讲国立台南高商即马当咧考第3届段考，广告设计科2年的考题是要考学生囡仔，爱伫咧50分钟内起来参考目类画图，用监考老师来做主题，家己画一张古锥版的人物图。事后监考老师看到这作品，拢学到学生囡仔画甲真好，真有才情。Q 版的图像摕伫咧手咧，甲真诶人来相比，圆润润的大目睭甲一铺长头鬃，真正是足像诶。但是你敢知，这个图拢是国立台南高商广告设计科的学生画的？那时候拿到，其实我想说，我班上等一下大家一定都会偷笑。那因为其实他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，所以我又加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，那可能就会跟别人的画笔不一样。很怕得罪那位老师，因为每位老师在我心中都有不同的印象，因为有些是那种很凶狠的，有些只是外表凶狠，但是内心是蛮温柔的。这摆学校要求学生参考木类示范图形，以监考老师做题目，家己创作一张 Q 版的图像。这个监考的老师根本都唔知影，只是一直有感受到学生在看伊。到尾来看到答案，才知影家己竟然是这摆考试的题目。50分钟可以画出什么样子？我觉得很好奇。那后来我等他们交卷的时候，我看真的很惊艳哈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好棒。出题老师，我们的模舍真的太赞了，真的很奇才。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哈，我觉得考卷不该停留在那个还是是非选择问答，应该可以很多题型哈，可以跟生活还有你的学习做连结哈。虽然考试的时间只有50分钟，但学生也是发挥专长，伫咧图画内底加入创意。最后的成果嘛，互袂少的老师是足懊恼的。即马人人拢想要来抢做这个广告设计科的监考老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